今集繼續上一集第5步排8神。首先係排第8神，咁就要去地盤揾出同秦首相同嘅字啦，即係個茂字，然後喺地盤茂嘅宮位度用陽順陰逆嘅方式去排8神。8神係有順序㗎，而8神嘅順序係永遠唔變嘅。藍色嗰行係逆排嘅參考。本局係陽九局，因此我就按白色嗰行順時鐘喺地盤茂嘅宮位開始排一圈啦。第8神排完啦，而家開始排天8神啦。本局嘅秦首係個茂字，所以排天8神呢，就去天盤杆嗰度去揾個茂字啦。本局係陽九局，因此我就按白色嗰行順時鐘喺天盤茂嘅宮位開始順排一圈啦。8神排完啦，第6步排九星定直符。九星嘅順序係永遠唔變嘅，唔理陰局陽局，永遠順時鐘排。首先去揾出第8神直符宮位嘅號碼係9號，咁我就睇下星嘅原居位9號係邊一顆星，係天鷹星。咁而家我就將天鷹星放喺天直符嗰個宮位度，即係1號宮位啦。九星排完啦，而家排第7步，排8門定直使。首先係揾出地直符嘅宮位係幾多號，係9號，跟住就去揾出門嘅原居位9號係咩門，係景門，然後將甲同埋個9字一齊寫低，按陽順陰逆寫到8字嘅時間停。本局嘅直使門係停咗喺5號嘅中宮，因此直使門就需要移到去坤義宮啦。咁依家我就將直使景門排喺坤義宮度，連同其他7門順時鐘排一圈啦。8門講完啦，多謝你嘅收看。奇門終身盤係未講完嘅，請繼續收看下一集。拜拜。